Hello，大家好，重點嚟啦。咁如果石榴高考成績分數高嘅話，咁香港大學本科同內地嘅985到底應該點樣選呢？咁1分鐘同你講清楚啦。首先講共性啦，咁兩個咧都係非常之犀利嘅大學啦。咁無論係揾邊個嘅話，咁你個學歷啊都係夠硬嘅，咁揾工作都有好有底氣嘅。但係咧差別咧真係好大啦。咁內地嘅985係好穩嘅，但係咧任務咧全部都喺國內，咁非常之適合想考公啊入國企留喺內地發展嘅細路。咁4年嘅生活咧都可以更熟悉內地嘅環境啦。咁但係咧廣大嘅本科咧係好國際化嘅，咁全英文授課啦，甚至咧係3年就可以畢業啦。咁部分專業咧當然係4年啦，咁可以接觸到非常之多嘅全球資源啦。咁出國深造啊、留港工作咧都有優勢好多嘅，而且咧眼界同格局真係會完全唔同嘅。